涙の色はエメラルドブルー宝石みたいに光ってる流れ星を見上げていたあの夜も。大家好，歡迎繼續收睇《東京近郊之旅 Day 5》。今集嘅主要行程係富士山同河口湖。相會睇腰喺呢個可以望到富士山靚景嘅別墅，俾大家欣賞一下日出時分影嘅赤富士，同埋帶埋大家落樓睇一睇。酒店住喺郊區呢，就有呢個好處，行落樓呢唔再係城市噪音，朝早行出去呢，就可以見到靚景，非常寧靜嘅環境，冇誇張，真係稱得上心曠神怡啊！呢度啲別墅咧望落去都幾靚嘅，仲要門口種咗幾棵楓樹，個露台仔咧就係呢一個位，而琴晚 BBQ 嘅位置咧就係呢一度。咁整體嘅環境咧就係咁樣嘅，啲別墅對住富士山，雖然咧就唔係話好近，但係睇得晒成個景。房費3萬日圓嘅價錢咧係已經包埋早餐嘅，但係佢個早餐咧係搞笑嘅，指定一定要8點半至9點去食，同埋咧亦都冇介紹或者路牌指示咧喺邊度食，最後咧都係要問職員先知。早餐咧就比較簡樸，就咁烚蛋同麵包，仲有一兜烚菜加腸仔。咁雖然簡單啦，但係我哋都覺得正嘅。咁食完早餐咧，仲可以去埋觀景台睇下。不過其實咧都冇別墅出邊嘅空地咁好景，始終咧有樹遮住咗。酒店咧係有埋露天風呂嘅，不過我哋琴晚太遲咧就冇浸到，同埋咧係要額外收費嘅。第一站嘅景點咧係紅葉迴廊，由酒店出發咧只需要3分鐘。附近有好幾個停車場，而我哋去嘅呢就係地圖上嘅呢一個位置。如果嫌太遠嘅話呢，就自己醒目拍啲唔阻人嘅位，例如係如果好有興趣睇紅葉呢，計劃行程前記得睇一睇今年嘅紅葉季係幾時。官方呢係會 set 埋燈呢，令到成個景升華嘅。咁河口湖紅葉季呢，通常都喺10月底至11月底嘅。紅葉迴廊兩邊種滿晒楓樹呢，係好有嗰種秋日浪漫嘅氣息。勁多人咧都爭喺呢一個橋位中間影相，我咧就去側邊做下執業導演就算啦。片頭嗰下咧就喺呢一度出嚟嘅。下一站咧係大石公園，又係超近4分鐘嘅車程。大石公園咧本身咧就有個免費嘅停車場。唔使煩喺邊度泊車。河口湖基本上咧都係瘋狂打卡嘅地方，因為你去到邊度咧都會見到個富士山。如果你好彩的話，大石公園咧4季都有花季，其中咧最出名係薰衣草同埋波波草。但係11、12月開始咧天氣凍咧就冇花睇，所以最好嘅觀賞時期咧係4月至10月。嗱，我哋幫大家監工，下次你哋見到嘅花花草草咧就係咁種嘅。呢個呢，就係我哋睇唔到嘅紅色波波草。睇完風景之後呢，旁邊有個河口湖自然生活館，呢度有賣大量富士山造型嘅手信，仲有賣水果同埋雪糕。咁佢雪糕呢，又非常之多味，雖然好凍啦，但係一場嚟到呢，都要嗌翻杯㗎啦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。Lunch 本身諗住近近地行過對面食蕎麥麵。但係咧，見到太多人排隊嘅關係咧，我哋放棄咗啦。咁我哋就翻去大石公園入口旁邊嘅呢一間餐廳山水園。咁呢間餐廳咧主打係中華料理，木系嘅裝修咧有種溫暖嘅感覺。部分座位咧仲可以望出戶外。餐牌咧咩都有啲。鄉土料理、拉麵、蕎麥麵、定食等等。咁我哋叫咗份滑蛋豬扒飯定食，同埋山梨縣鄉土料理味噌牛肉麵。啲麵咧都係有咬口嘅，但係咧整體味道咧非常普通。大家如果有時間咧，可以揾下其他餐廳。留意翻埋單咧係只收現金嘅。
下一站出發去新倉富士淺間神社，車程15分鐘左右。泊車咧可以喺佢個新倉山淺間公園停車場，都係免費嘅。今日天氣非常之好，但係咧就多雲遮住咗富士山。我哋去嗰日咧超級大風超凍啊！大風度咧，淺間神社咧其實就係一條樓梯之上嘅啫。聖手買咗個婦科聖手，但係如果你要上埋鐘靈塔咧，就可以準備瘋狂行樓梯啦，係要行成400級樓梯嘅。不過咧，你都可以考慮行側邊嘅斜路嘅，不過就兜咗啲咯。上到去咧，真係氣都喘埋，但始終咧都有中意運動嘅觀眾嘅。呢度咧其實仲有條行山徑，可以咧一直再上到去新倉山山頂嘅。嚟到呢度咧就一定係要同富士山加鐘靈塔打卡㗎啦。不過咧最靚就應該4月先嚟，咁就可以咧加埋櫻花樹咁樣一齊影。呢個位置咧一望無際，喺晒成個富士山嘅視景，所以咧吸引咗超多遊客嚟打卡，包括我哋兩個。唔想同人哋逼呢，其實行前少少呢個位用0.6都影得晒富士山同鐘靈塔嘅。之後我哋去搭遊覽船天晴，個名呢同今日個天氣一樣啊！我哋嚟到呢都好似冇咩感受過個河口湖，咁我哋呢校好晒時間，已經準備好晒陣間泛舟河口湖上，喺日落時分瘋狂影相。但係點解唔見個 ticket counter 開嘅？點知當日係水難訓練休息日，點解你哋唔係聽日先訓練啊？咁呢啲機會呢，就留翻俾大家啦。咁記得去之前呢，睇下佢官網寫有冇開。隔離呢，仲有啲雙人鴨仔船，不過呢，收費就貴啲啦。咁我哋即刻轉軚去河口淺間神社搖擺所。咁放心，亦都係有位泊車嘅。如果冇車嘅朋友呢，就唔太建議啦，因為要行山咁樣慢慢行上去頂。咁就算你揸完車上去呢，泊低之後仲係要行5至10分鐘呢，先到目的地嘅。呢個冷笑。應該係個醜牌。勁衰，好攰啊！入場呢係要每人象徵式俾100 yen 嘅。每組影相嘅時間呢，就只有得3分鐘。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合照嘅話呢，都係要請下一組排隊嘅朋友幫手影，因為呢唔會有時間搞腳架嗰啲㗎啦。影呢個景呢都好考技巧，普通廣角影呢係冇 feel 㗎，要3倍鏡影正中間，要影到大大個富士山加鳥居再加你個人先至好睇嘅。下一站我哋會去甲府。去甲府最大嘅原因呢，係因為聽日會去輕井澤，咁今日呢，就揸定向上行。另外呢，就慳翻住河口湖嘅貴酒店錢。我哋去咗甲府站隔離嘅 Yodobashi， 咁呢棟嘢呢，係一個電器百貨公司，大量嘅車位泊車。食完飯呢，仲可以行陣，4樓仲有我最愛嘅扭蛋。咁夜晚呢，就揾咗間海鮮居酒屋花之舞，就咁喺甲府站對面嘅啫。咁呢間嘢咧都係連鎖嘅，咁所以咧就唔使驚，好似平時傳統居酒屋咁樣唔識睇餐牌。呢度有手機落單，仲有中文 menu 睇。同埋佢其中一個賣點咧係有包廂，私隱度十足。雖然咧就窄咗少少。哇！幾得意喎！好有私隱啊！佢嘅餐點選擇咧非常之多元化，個餐牌咧揭極都有，全部食物咧都好吸引。叫咗啲海鮮刺身做前菜 ，nice，再瘋狂嗌小食叫到放題咁。仲有揸車人士恩物無酒精啤酒，又嗌咗佢嘅招牌幻之純雞黃金鍋，望落咧超級吸引，色香味俱全，配埋佢個麵咧係幾夾嘅。但係食落咗發現呢，佢啲雞呢嚿嚿都係肥膏嚟㗎，差唔多呢90%都係脂肪，唔知咩事。叫咁多都全部清晒。
埋單食咗7500 yen，晚餐嚟講呢都算非常 OK 啦。夜晚又嚟住我哋嘅老朋友 Dormy Inn， 咁就係有溫泉嘅平價酒店。咁原來呢 Dormy Inn 呢都有介紹我哋食今晚嗰個居酒屋，一晚普通雙人房呢，成為港幣800蚊。咁循例呢，俾大家睇下間房，廁所、沖涼房、一張大床，完全冇特別。同埋例牌呢係有夜明拉麵，啤酒呢就自己買嘅。咁今日就係咁多，記得留意下一集 Day 6。Thank you。